任务，奖励，异世界。我们进入了无限流副本世界。前一刻还在出租屋里敲代码的我，一眨眼就来到这个鬼地方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是金蝉寺的小和尚真定。任务开启。我在将指认旗剑阁弟子。啊，小心！在下真武派张伟山。这位是幻花派的齐正言师弟。那位是大江帮的七下师妹。已经入了这修罗场，人命还值几个钱？大师，安心归西吧。进来！朕一定要你命！江派，张师兄，还有那个什么叫清醒的扑街死鱼眼，果然还是和他们一起玩才有趣。